后来，搁来是养生馆，挂羊头卖狗肉。讲是养生馆，其实是咧做色情。台北网家香火真旺的庙是青山宫，当咧闹热，当地有真侪养生馆，趁这个机会发小广告，甚至大方来诱人客。这个色情的生意是做甲真大胆，警方全力来抄来扫，果然抓到4间色情的养生馆，拢总逮捕26个人。案件动作真猛烈，冲入色情的猎人养生馆，人客围绕拍掉的猎人掠到一半，为是伫边仔间做色情的交易。干嘛？不要动！警察，不要动！15多求稳养生馆的员工，拢穿真底裙甲洋装，和警察掠去做笔录，因为因表面上是以猎人收费，其实私底下佫有收1300块的服务费，也就是色情的交易。再搁甲头家算，想要趁绕境时人较侪游人客，才会引起警方的注意。本辖养生护肤馆林立，多有挂羊头卖狗肉、涉淫色情的情形，民怨四起。经专案小组积极布线，1周内查获养生馆妨碍风化案4家26人。除了养生馆的业者以妨碍风化上班，女员工甲消费的人客嘛违反社会法，爱立罚款。